告诉你，就是想让你有个心理准备。你好自为之吧。慧帆，你等等，你等一下。你还有什么事儿吗？看在我们这几年感情的份上，你能不能不向组织汇报他的出身？不能，我必须如实的向组织上汇报。我不但要说出他的出身，而且我还要向组织上说出你试图包庇他的事儿。慧芳，慧芳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就求求你了，好吗？你要这样做，他就毁了，你就放他一马。他妈已经是旧指挥的牺牲品了，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。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？快起来吧！我就求你这一次。我想问问张主任不在吗？张主任下午有事出去了，还没回来。他几点下班？6点半。铁蛋儿，铁蛋儿，进个球，我们再玩会儿。我妈也不在，我也来了。三妹，你怎么不玩啊？哎，那奶糖特好吃。我不要你的东西。三妹，该你了。妈，回来了。哎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小杰呢？啊，有一艘外国船在我们厂子里修，周杰他们呀要连着加2天的班。我给你帮忙吧。不用不用，你歇着吧，回屋歇着吧。让你动手了，又给我儿子化黑妆。
楚晨，你妈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平常这点也该回来了，谁知道今天干嘛去了？哎，7天没见你来了，是不是又闹别扭了？没有。小不老实。走吧。我妈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饭也没有。再说了。啊？你没吃饭呢？对啊。哎，要不然你请我吃碗面？你去吃，我在这等你。这多不好意思，搞得我跟敲诈你一样。你少给我来这一套，叫你去就去。那这可是你应该给我的啊。行，那我走了。行，你等着我妈吧。啊，注意安全。好嘞。铁蛋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去了你单位，你不在。你怎么来了？进来说吧。你说呀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不说就不说，我也不想听了。是这样，我没有保护好你的女儿。怎么回事儿？总能跟我说清楚。我为了救小芝，我就说是他父亲。秀川上调我档案的时候，我的女人知道我怎么有一个女儿，他就问我，我就把实情告诉他听了。我说这女儿不是我的，是孟雨农的。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跟组织汇报了。铁蛋儿，我来呢还是那个目的，希望你不要揭发他的出身。这孩子在单位挺顺的，如果你要揭发他，说这些没用了。我已经跟组织上谈过了，就在刚才。你是说，你的女人把你给出卖了？明天吧，明天修船厂的领导就会知道，而且你们单位也会给你处分的。你真跟组织上说了？说了，跟组织部的翟部长说的。汇报就汇报吧，现在是什么政治风头，后果会很严重的。能有多严重？我现在不知道，反正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。别紧张，天塌不下来，都已经这样，还能怎么样？我倒不担心你我是担心你的女儿。她现在在单位上是一帆风顺的，入党什么的，我怕她落差太大了，她的心里承受不了。还有别的办法吗？该努力的都努力了。
也许你的女人是骗你的，她根本就没有向组织汇报呢。但愿如此吧。我今天来呢，就想提前跟你打个招呼，不管是什么结果，我们都要接受。我要对抗政府，知道吗？我走了。你不用送了，下去我会把门带上。我明天也会去找小芝，让她也有个心理准备。陈老师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啊，我是来看看你的。快坐。小苏，哎，下午2点到2楼会议室开会。2楼会议室，不是党员在那开会吗？对，是党员扩大会议，让你们这些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也参加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再见。陈老师，你今天怎么有空来啊？啊，我是顺路过来看看你的。你这几天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哦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我不喝水，我就是来看看你的。看看我，我好着呢。嗯。小芝，以后啊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一定要坚强。陈老师，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我呀，给你带了本书。你呢，要多学习学习书中的保尔。不管遇到了什么困难，还有挫折，都要坚强，要相信一切都会更好的。这本书我已经看过了。你再看一遍。那我走了。陈老师，陈老师。你是不是哪不舒服呀？没有。那你来找我，没有别的事儿了？哦，没事儿了。你就是为了给我送本书？我还要送你一句话，你一定要相信明天。陈老师，你肯定有事儿，怎么了？我没事儿，你回去吧，我走了。这儿。
观一下。哎，坐这儿。党员大会你怎么来了？你不知道吧？会议扩大了，让我们也来参加。真的啊？哎，你的会议记录啊。小苏，左主席找你。会议马上要开始了。左主席说有急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我不知道。先去吧。你要是万一来晚的话，我给你传达会议精神。我一会儿就回来。进来。左主席，你找我啊？快进来吧，把门关上。左主席，什么事儿啊？我还在2楼开会呢。2楼开会是小事儿，这是大事儿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我问你，陈桥是不是你父亲？你能说明白你父亲是谁吗？老左，孙厂长，总部会议来材料在哪？小苏，你老实说，你父亲是谁？你怎么不说话？我问你，这孟雨桐到底是谁？哎呦呦，饿死鬼投胎了，也不叫一声你哥。哥，吃饭啦！小杰，吃饭啦！今天这么晚了，小芝怎么还没回来？你快吃吧，他这么大人丢不了。就是，先吃吧。快点吃，要不然一会儿哥哥也不让吃了。为什么？嫂子没回来呀？你干嘛去啊？你先吃，我去找他一趟。哎呀，你吃完再走嘛。让他进吧，甭管他。完了完了，这孩子，整天围着老婆转。我哥是个老婆迷。别瞎说。妈，妈，我周杰来了。妈，小芝在您这儿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哦，他下班之后一直到现在没回家，我以为他过来看您了呢。你们是不是闹别扭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那我再去找找他，啊，您放心，没事的。您回去吧，妈啊。行了。哎。小芝，小芝，小芝，
苏，左书记找你。会议马上要开始了。左书记说有急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你在这儿啊？我敲半天门，为什么不答应我啊？啊？这怎么了，小芝？出什么事儿了？谁欺负你了啊？你跟我说出什么事儿了啊？小芝。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，有我在这陪着你呢，没事。你什么时候想说的时候，你再跟我说，好吗？组织上，知道我父亲是谁了？谁呀？他是个资本家，我是个私生子。馆长，哎，来，坐。外面那个人不是那个照相的吗？怎么在这儿扫起地来了？你说的是陈桥吧？啊，以前还给我们单位照过相呢。这个人呐，不但相照得好，还差一点和总工会的张主任结婚呢。说来也奇怪，他自己非说自己是一个女工的亲生父亲，可是组织调查下来，这女工的亲生父亲是一个资本家，还在上海开了一家电影公司。解放前就逃到香港去了，他根本就不是。那这人不是端着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吗？这为啥呀？不知道。也许，人家是资本家的亲戚呗。哦，哎，你说那张主任是不是那张贵妃啊？对啊。那他现在还和张贵妃好吗？你说，谁愿意和13点的人好啊？啊？师傅，哎，来前面。你以后别叫我师傅，我现在又不带你，我不算你师傅。哎，看你说的，这又不是你的错，谁不知道啊？你是被你这家属给连累了。少说两句。你叫我来这干什么呀？你老婆可以照顾你啊？你有病吧？我来了。啊。我妈怎么样了？不太好。怎么了？居委会安排她去扫大街了。扫大街？那她扫吗？不扫也不行啊，
居委会每天派人监督他。我跟你说件事儿。今天车间里边说要调人到苏州分厂去工作。调谁去啊？不晓得，心里有点担心。不会调你去的，你是厂里的技术骨干，不会让你去的。我觉得有可能会让我去。为什么呀？还能为什么？对不起。小芝，我不能被调走，我不能离开上海。真是这样的话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我爸妈讲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主任，这有些菜叶子都烂了，我给它摘出来了。嗨，我说啊，你可真是资产阶级大小姐呀！这怎么就不能吃了？你以为是在你家呢？以后菜不能这么摘了，拿回去吧。组长，啊，你想吃点什么？我不吃什么，我就是来看看你。哎呀，天够热的啊，够辛苦的。我回来就是想看看咱们资本家的小姐长什么样，啊，让大伙儿也认识认识。哎，大伙们，都过来，都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哎，都过来，来来，瞧瞧，瞧瞧，瞧瞧啊！我让大家都认识一下。认识一下资本家的小姐长什么样，就是她，资本家的大小姐啊，差一点混进咱们党组织里，也就是她和她的老师硬是把我从工会给挤走了，但是我唐某人现在又回来了啊！哎呀，真是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啊！在苍茫的大海上，狂风卷击着乌云，在乌云和大海之间，海燕像黑色的闪电，
的飞翔。孩子，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的，你要像海燕那样勇敢、坚强。张老师，对不起，我连累了你。是我没有保护好你。我什么都可以接受，我认，我命无好。可是，我一想起，因为我影响了邹姐的前途，我就受不了了。老陈，我就看得上你还这儿，你干嘛呢？弟呀，这么干起这活来了？这什么活啊，都要学着干一点。哎，对了，你今儿怎么不上学啊？今儿礼拜几呀？我专门来看你的。今儿礼拜天啊？对呀，今天不是礼拜天，哪儿礼拜几呀？哦，你看我都忘了。哦，你等我一下。哎，老陈，这2个星期了也没见你来看我们，我妈也不让我再提你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跟我妈的关系彻底完了？我犯错误了。什么错误啊？让我妈帮帮您？你妈也帮不了我，她也受到了牵连。以后呢，你也别来找我了，怕你也受牵连。不是你犯什么错误啊？我说了呢，你也不懂。哦，对了，你吃早饭了？你别跟我说这，你告诉我你到底犯什么错误了？啊，回来了。你怎么中午饭也不回来吃啊？在小刚他们家吃啊？哦，碰见老陈了。碰见老陈了？在哪儿碰见他的？就是文化馆外头。小刚他们家跟那儿就是2个方向，你怎么可能碰见他？你找他干什么去了？妈，我现在犯错误了，这单位让他扫大街呢。怎么回事啊？问他，他也不告诉我。等你长大了你就知道了。这个问题啊，别胡说啊，事儿你不会管。老陈人不错，你帮帮他。我帮不了他。你怎么帮？哎呀，行了，别说了，跟你说了，这事儿不归你管，玩去吧，玩去吧，别在那儿捣乱了。快快快！你中午在老陈那儿吃的？对啊。吃的什么呀？他煮了2面糊糊。就面糊糊。雪菜炒黄豆。妈，你说老陈他们文化馆都归你管，你怎么不能帮帮他呀？你好歹你不能让扫大街呀。行了，跟你说了，这事儿不归你管，闭嘴吧。哎，扫地的，你长眼睛了吗？对不起，小心点啊！告诉你，
这个毛啊！哎，扫地的你怎么看着？你眼瞎你啊？对不起，不是裤子你赔得起吗？我都跟你说对不起了，你还想怎么着啊？裤子贵是不是？那你现在就脱下来，我给你洗，行吗？你个死扫地的！你骂谁呢？我就骂你呢，怎么的？长得挺好看的，嘴怎么那么臭啊你？你嘴干净啊？你嘴给我放干净点。从小没有父母教育是？你才没有父母呢！早就死了是不是？你父母早死了是不是？呢？你到这儿干嘛来了？娶一下来了是不是？家里没人管，死绝了是不是？你看这德行，不就拍个照吗？你想拍拍不了呢你。你以为你有多高级呀？看你德行，怎么的？你这都明白你？哎，动手啊！你打他呀，打起来多有意思啊！你不是嫌不动手没意思吗？啊，现在有意思吗？你打我！这人有病吗你？姐，小芝怎么回事啊？1星期了也不回家吃晚饭，天不亮就走了，干啥呢？他是？不是都同你们讲过了吗？他在厨房帮厨呢。我也帮过厨，哪有像他这样的，好像调食堂工作了一样啊！是。他要写一篇文章，是关于食堂的大师傅的，所以他在体验生活。哦，这孩子啊，干什么都这么认真。明天还要去做早饭。他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妈今天还问你，为什么每天早出晚归的？明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吧？后天就可以倒班了。下个礼拜又轮到你了。要是那么闷起来，我怎么想？还想你在体验生活。小姐，调你去苏州的事儿，这几天也没听你再说了。车间主任给顶下来了。要不是他顶着，麻烦就大了。我要是真离开了上海，整个家还不得翻了天？全家都指着我一个人呢。如果当初不去工会，就不会有那么多事儿。现在说这些，也已经晚了。小苏，哎，明天你值早班。主任，这个礼拜就是我值班，下星期还是你值班。燕子，出来跳皮筋儿吧！来了。小心点儿。嗯，知道了。哎，你今天不去下棋啦？听说你和大喜的爷爷打起来了？哎，我可没有打他。还没打呢，大喜奶奶都来告状了。我就没有想打他，
是我们在那儿走棋，他在旁边叨叨叨叨叨叨，你说烦人不烦人？你们平时不都这样吗？那他嗓门也太大了。我可听说嗓门大的是你。哎，那可不是我，那是阿毛伯，阿毛伯嗓门最大。我不是说你，火爆脾气得改一改了啊！那大喜奶奶说你把他老伴打得岔气了。那叫什么打呀？是他要动我棋子，我就推了他一下。推了他一下，你俩能滚在地上啊？